各位網友，大家好。嗱，喺上個 video 咧就預告過啦，今次咧就會同大家做2026年嘅展望嘅。嗱，我就會分開兩輯嘅。首先今日咧就講一講個宏觀大環境先，即係個基本嘅經濟面係點樣樣。然之後咧，下次咧先同大家咧集中講一講個金融市場嘅。嗱，要明白2026年會發生咩事呢？首先第一樣嘢就要知道究竟今年有啲咩重大嘅經濟事件發生咗先。咁當然就一定要講特朗普嘅關稅啦，因為咧成年裏邊咧就不停咧都會受呢個關稅嘅困擾嘅。啊，初初就好高咁，跟住咧講兩講又好低，低完之後特朗普突然間唔開心咧又高翻，咁所以其實咧係翻來覆去，咁大家呢個情緒咧，包括市場咧都好受影響嘅。嗱，首先咧大家都要比較下，其實講咗咁耐，翻來覆去，其實整體而家美國嘅關稅對比特朗普未上任之前爭幾遠呢？咁我就引用咧國際貨幣基金會最近嘅一份報告，咁佢就表示整個美國嘅關稅喺特朗普之前咧，即係第二任之前咧，平均咧就好低嘅2.7%。咁而家到年尾啦，其實係幾多咧？就差唔多咧係19%。咁所以其實整體嚟講咧，就增幅好大嘅。嗱，個別嘅國家咧影響更加犀利啦。特別如果你睇下中國，最初都係13.2%，而家咧就已經去到咧45%。咁曾經講過咧，就去到可能60-70%都唔出奇。咁似乎而家咧就有翻啲偈傾啦，就去翻到咧45%，但係都非常之犀利。但係除咗中國之外咧，其實印度嘅影響亦都係非常之大嘅嚇。最初係基本上面冇嘅2.7%，而家咧都去到差唔多咧就36%啦。咁其餘嘅譬如西方世界國家，日本啊、歐盟啊，就大約係即係17%咁上下。咁英國咧其實相對嚟講咧都係好噶啦，而家咧就係9.3%。咁你話即係最 friend 底嗰兩個加拿大同美國係點咧？咁因為有呢一個 CUSMA 幫助之下咧，其實加拿大咧整體嚟講，相比其他國家咧，嗰個稅率仍然係好低嘅6.8%，就比呢個墨西哥嘅9.3%咧還要低。咁所以好多人面對呢個關稅嘅時間，最初咧就講到好差嘅，什麼咩滯脹通脹又會好高啊，跟住咧又會跌入呢個衰退。咁而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如果你對比下未有關稅之前嗰個嘅睇法，同而家有咗咁多關稅，係咪真係差咗咁多咧？係咪好似最初大家想象中咁樣樣咧？原來咧，整體個 picture 嚟講咧，又唔係差得咁緊要嘅啫喎。嗱，特別如果你睇下，即係舊年年尾，好明顯特朗普就未上任啦。咁究竟國際貨幣基金會對全球經濟嘅預測喺2025年係幾多咧？係3.2%。咁結果到而家年尾埋單啦，加咗咁多關稅之後咧，發覺其實都係差不多啫喎，3.2%。個別國家嚟講咧，有啲係影響大嘅，譬如加拿大啦嚇，原本佢就覺得2025年咧個增長咧起碼都有即係2.4啊咁樣，結果而家咧就接近1%，所以個跌幅咧都比較大嘅。而德國嘅影響咧亦都係比較大，但係除咗呢兩個國家之外咧，其他國家你睇到咧就係跌咗好少。嗱，特別如果你睇下即係兩個全球最大嘅經濟體系，美國同中國嚟講咧，就更加你睇到所謂個關稅嘅影響咧，係出奇地輕微嘅。即係美國最初即係年頭嘅時候未有關稅，國際貨幣基金會佢預測2025年美國嘅增長係2.2%，結果而家係2%，所以係輕微跌咗0.2個百分點。而中國咧就更加奇噶，喺舊年年尾覺得中國嘅增長咧係低過5%嘅4.5嘅啫，而家咧佢就覺得咦，其實咧可能仲好咗，去到4.8。咁所以第一個我覺得喺2025最大嘅意外咧就係最初就講到咧嗰個關稅咧對好多經濟體系嘅打擊咧會好大，
咁結果出到嚟咧，無論你睇個 GDP，又或者你睇個通脹咧，都係冇想象中咧咁差嘅。咁你就話即係點解咁樣樣咧嚇？咁啊，首先咧就講講中國先啦。中國嘅關稅咧，無可否認就係升咗好多噶啦。如果從一個理論嘅角度咧，就覺得咦，中國啲出口應該會好差噶咯喎，因為美國係其中一個中國最主要出口嘅國家。咁而家加咗咁多關稅，咁一定冇人行啦嚇。咁所以好多人就覺得咧，2025年咧應該對中國嘅經濟打擊咧係會好大嘅。但係奇就奇在咧，如果你睇下頭11個月，中國個貿易盈餘咧係超過咗1個 trillion 嘅美元，即係1兆美元，又或者1萬億美元。咁呢個咧喺歷史裏邊咧係一個新嘅高度，因為舊年咧全年嘅盈餘咧都係僅僅多過1個 trillion。咁而家你用咗11個月，已經做到好似舊年咁啦。咁所以你話係咪好神奇咧？即係加咗咁多關稅，仍然可以個出口咁強勁。咁究竟係咪關稅對中國出口冇影響啊？定還是整個圖畫轉變咗咧？嗱，首先大家要即係知道咧，就係究竟嗰1個 trillion 嘅美元貿易盈餘嚟自邊幾個最主要國家咧？咁嗱，其實首先咧就係即係歐盟啦，加埋英國嘅呢一部分咧，就佔咗咧係300幾個 billion，係最大嚿啦。第二個咧就係中國香港，咁好明顯咧呢一部分咧就係轉口嘅。再之後咧就係美國啦，咁所以就算加咗咁多關稅咧，其實個貿易盈餘咧仍然喺頭嗰11個月裏邊咧係超過250個 billion 嘅。再之後好接近美國咧就係成個東南亞國家啦，再之後就係印度、非洲同埋拉丁美洲。咁所以基本上邊咧咁多個大洲，全部咧對於中國嚟講咧都係有貿易盈餘，唯獨是咧有幾個國家咧。對於中國嚟講咧，係有一個貿易嘅赤字嘅，特別係台灣啦、韓國啦同埋澳洲嘅，即係話中國嘅出口去呢啲國家係比入口少嘅。咁你話點解會咁咧？好明顯，台灣同埋韓國咧就係同呢個晶片啊呢一啲即係高科技係有關係啦。咁再分析一下，點解今年個貿易盈餘係會增加咗咧？咁因為受到關稅影響，起碼對於美國嚟講，直接有一個打擊嘅喎。嗱，如果你睇下即係舊年2024年1月至11月咧，整體嘅貿易盈餘咧係886個 billion。而今年咧就去到咧即係1個 trillion 啦，咁所以個增幅咧超過21%。咁好明顯你睇到咧，美國嗰部分咧係跌咗好多噶啦，但係跌咗美國嗰部分咧就去咗好多其他唔同嘅國家嘅。無論你係講緊歐洲啊、東南亞、印度、非洲，任何基本上邊你噏得出嘅國家咧，嗰個貿易盈餘咧都係有一個幾大嘅改善。例如歐盟同埋英國個貿易嘅盈餘咧，就由舊年同期嘅277個 billion咧，去到今年嘅326個 billion，即係話咧有50個 billion嘅增長。咁而喺東南亞嘅增長咧就更加犀利啦，係76個 billion。咁當然某一部分咧，好明顯就係運咗去其他國家，然之後可能一個屈尾十咧運翻去美國。但係整體嚟講咧，嗰個增幅咧係非常之犀利，即係由舊年800幾個 billion 去到今年嘅1個 trillion。咁所以呢個中國嘅環境咧係相當之獨特。咁亦都表示咗咧，其實中國面對所以呢個關稅嘅威脅咧，起碼喺2025年嘅數字嚟講咧，就冇出現到嘅。咁你話講到內需，講到房地產咧，就冇乜特別大嘅起色嘅。你話係咪急跌得好犀利咧？又唔係。總言之咧，就係中中間間穩穩定定，又唔係太差，可能跌少少。但係就因為佢呢啲譬如話高科技啊嘅投資各方面，再加埋出口咁強勁咧，就保住咗中國喺2025年嘅經濟增長咧，比預期嚟講咧
係可以講得話好噶啦。至於美國有咩原因呢？咁美國當然就受到關稅影響啦，因為你入口貴咗。咁究竟乜嘢又帶動咗美國嘅經濟發展得唔差呢？最主要咧係兩樣嘢。第一當然就同 AI 有關啦，因為 AI 咧事實上邊咧嗰個投資，無論你喺 data center 又好，又或者即係晶片嘅製造各方面好咧，好明顯就幫助到美國嘅經濟。咁因為呢一樣嘢咧，就令到個股票市場咧爆升啊嘛。股票市場爆升咧，就做到一個財富嘅效應嘅。而有研究顯示咧，就係而家美國人有幾多錢係投咗入去個股票市場咧？整體嚟講咧，係一個歷史嘅高度嚟嘅。咁即係話好多人咧，其實因為有投資股票市場就得益，令到佢咧嗰個財富效應咧，使錢咧都使得爽啲嘅。咁所以因為投資嘅關係，亦都因為咧呢一個股票市場嘅財富效應，令到大家使錢相對地手鬆。咁呢一樣嘢咧就補足咗咧美國嘅經濟咧係發展得唔錯啦。咁最後咧都講一講即係加拿大嘅情況啦。嗱，正話都睇到個表咧，咁多國家裏邊咧，加拿大嘅影響咧相對地係大嘅，即係個 GDP 嘅增長雖然第三季咧就彈翻上嚟，因為第二季咧就係負增長嘅，所以從一個技術角度咧就可以講得話僅僅冇一個所謂技術性嘅衰退。咁但係整體嚟講咧係弱嘅，特別如果你睇下即係央行又或者聯邦政府做嘅所謂 estimation 都好啦，其實整個關稅咧係令到加拿大嗰個生產力咧係跌咗1%嘅。咁呢個咧係一個 permanent，即係話永久性嘅一個消失。咁你話點解會咁咧？最主要係因為咧某啲嘅行業受到關稅嘅影響咧，就受到好大嘅打擊，而呢啲打擊咧唔係短時間幾年裏邊咧可以解決到。咁所以央行長咧不斷都用一個字，就係話結構性嘅轉型。呢一個轉型咧係需要一段時間大家去適應，代表某啲行業就會係失去咗，然之後某啲行業補足翻。咁但係呢一個過程裏邊咧係相當之緩慢嘅。咁所以咧呢幾個咧就係整體即係個大環境啦。咁你話2026年又點樣去即係睇整件事咧？嗱，中國嚟講咧，大部分人都覺得個出口咧仍然咧會有一定嘅即係增長嘅，內需咧同埋呢一個房地產咧就唔會有啲乜嘢大嘅刺激，起碼喺最近呢個中央經濟嘅會議裏邊咧，都冇乜特別嘅刺激作用，所以整體嚟講咧，都係一個穩步嘅姿態，即係你唔好期望佢有啲咩爆炸性嘅出現。嗱，最近咧我就聽咗即係一個財經嘅評論人咧，就話而家房地產咧其實好弱，絕對係。咁佢就話中央咧一定要咧出手嚟到救嘅房地產，用錢嚟到買咗呢啲所謂冇人買嘅樓，令到個樓市個供應咧保持翻平衡，咁樓市咧先至有希望。我就覺得咧，對呢一個即係中央會大力出手救樓市，就唔抱太大希望嘅，因為好明顯咧，中央嘅取態，我自己覺得咧，就係如果唔出現一個所謂結構性嘅風險嘅話咧，中央就會採取一個比較 control 或者克制嘅態度，就令到咧整件事咧慢慢咧緩過嚟。咁但係因為慢慢咧，其實就會影響成個即係消費者個情緒嘅。咁所以我覺得無論喺即係呢一個嘅消費同埋房地產咧，就唔會有啲乜嘢即係爆炸性嘅發展嘅。咁所以整體嚟講，如果你要我作出一個簡單嘅展望嘅話咧，我就覺得中國咧可能同2025年咧差不多嚇，即係唔好大家有一個太大嘅期望就有個咩突然間嘅爆升。我覺得呢個咧唔係而家即係中央佢對整個中國經濟嘅睇法，佢就希望穩穩定定，唔係太差，唔係太好，唔出現一個結構性又或者系統性嘅風險，咁佢就 OK 啦。咁然之後咧就慢慢咧嗰啲咩 AI 行業啊、環保啊、綠能啊、新科技啊，就慢慢咧就希望佢可以咧上嚟。
咁而呢個咧就係我覺得整體嗰個嘅取態，再加埋咧出口咧仍然咧都會係一個主要嘅一環。美國方面咧，我就覺得仍然咧同2025年個主軸咧唔會有一個太大嘅改變。都係靠即係股票市場，如果係繼續做得好嘅，咁啊大家開心，繼續嘅消費，然之後咧嗰個投資咧，亦都會因為 AI 咧繼續帶動。咁所以整體嚟講，AI 做得好同做得唔好咧，我就覺得係令到個經濟有唔同表現嘅一環啦。咁而當然而家市場咧都會預期聯儲局咧係會繼續咧呢一個減息，然之後咧喺市場裏邊咧亦都適當地放水，保持咧嗰個銀根嘅鬆動。咁呢個咧喺上次都講過。咁而加拿大方面咧，相對地就比較慘啦。今年咧2026年咧嗰個經濟增長預測咧都係維持喺1%度咁上下。咁所以其實隨時咧跌入一個輕微經濟衰退咧，係絕對唔出奇嘅，因為1%嘅經濟增長同零或者少少負數咧，嗰個偏差咧唔係大家想象中咁大嘅，好容易跌落去，呢個絕對唔出奇。咁所以整體嘅表現咧，正如央行行長都講啦，唔會一兩年會搞得掂。咁再加上咧，究竟嗰個 Kuzma 會傾成點樣樣咧？特朗普會唔會突然之間反口咧？咁呢一個咧，亦都係一個最重要嘅一個因素。咁所以整體嚟講咧，2026年咧，起碼從呢刻嘅角度嚟講咧，就冇乜大嘅改變嘅。個基本盤咧都同2025年差不多。咁所以其實市場咧，大部分嘅人士咧都係咁睇㗎啦。2025年特別係後半年發生嘅嘢咧，就同26年咧係會繼續一個延續嘅。不過講到最後咧，有一樣嘢，我覺得大家一定要即係留意嘅，就係從全球唔同嘅資產價格嚟到睇咧，其實而家喺金融市場裏邊咧，好多人咧個心都係非常之紅嘅。點睇到咧？就係嚟自呢一幅圖啦。我就採取咗咧兩個唔同大行嚟到量度成個全球市場嗰個嘅氣氛嘅。一個咧就係 Citigroup 嘅 Macro Risk 嘅 Sentiment 啦，另外一個咧就係 Bank of America 或者 Merrill Lynch 嘅 Global Risk Sentiment。咁佢哋量度嘅方法咧就係用喺市場裏邊唔同嘅一啲 indicator。包括譬如唔同債務究竟佢個息口嘅走勢係點樣啦，又或者你睇下一啲衍生工具佢哋嘅 volatility 啦，諸如此類嘅嘢，就唔係淨係單純一睇一個市場，又或者咧單純睇某一個嘅 sector，係基本上面咧大部分一啲好主要嘅 indicators 咧都擺晒落去㗎啦。當個數字越細咧，就代表個市場嘅情緒咧就係越 bullish。如果數字越高嘅話咧，就代表個市場情緒咧係越差嘅。咁而家你睇到咧，喺過去10年嚟講咧，而家呢個位咧係算係其中一個最低嘅水平。即係話市場其實而家咧整體嚟講，從嗰個金融市場嗰個嘅信號出嚟咧，係非常之熾熱，大家咧都覺得做得好好嘅。但係如果你睇下另外一個指標，就係究竟全球所有個不穩定性啊，呢個咧就係嚟自即係 IMF 啦，即係國際貨幣基金會。咁佢就用咗咧3個唔同嚟到量度，究竟未來無論喺個經濟政策，即係 economic policy 咧，又或者喺個貿易嘅政策裏邊，或者其他全球嘅不穩定性裏邊咧。而家咧係喺過去10年裏邊咧係最高嘅。咁所以其實咧而家喺市場裏邊咧就反映一樣嘢，各個信號就話俾大家聽，2026會掂嘅，冇問題，因為喺嗰個大行嗰個 risk indicator 裏邊就睇到個 sentiment 而家係好到不得了啊嘛。但係唔可以否認咧，就係嗰個嘅 uncertainty 個不穩定性咧同時間好高。咁即係話，如果喺2026年有啲咩冬瓜豆腐突然間出現嘅話咧，咁好明顯個市場咧就會作出一個幾大嘅反應啦。咁呢個咧就大家需要留心嘅地方。咁講到呢度咧，究竟金融市場應該點樣部署咧？就留翻下一個 video 咧，再同大家繼續講落去啦。今日講到呢度，再見，拜拜。